政治消息来看，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曾经捌6届来访问台湾，即马所传出讲 AIT 的网站已经改列做正主席，连这社群平台相片嘛已经换掉。不过学者是认为讲 AIT 的主席较像是应有职位，这台美关系会安怎来发展，也是爱看 AIT 的处长敢会换人。点开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网页，会当看到伫拜登任内，互人任命的罗森伯格已经列伫前 AIT 主席，任期写明是2023年至2025年。罗森伯格担任 AIT 主席了后，至少有6届来台湾访问。去年咱总统大选结束，也搁伫3个月内2届来台湾访问，互人解读 AIT 主席可能访台会变正四常。And we welcome your commitment to maintaining the status quo. 罗森伯格最后一届访台是出席去年赖总统的就职典礼。虽然 AIT 主席官方 X 账号当时嘛甲罗森伯格的头像甲名称剔除，不过美国国务院甲 AIT 暂时拢无回应人事的变动。外交部没有评论，美方人士仍已有美方回应。有点荣誉性的一个位置，最主要的是 AIT 在台湾的处长比较负责实际的业务，鼓励言会不会被变动？那我觉得这个才是。学者认为 AIT 处长是不是变动，是观察台美关系变化的重点。那是未来 AIT 主席伊可能的特质，会当发挥美国总统川普伊的想法。美国国务院卢比欧去瓜地马拉访问，甲外国总统阿雷巴诺当面提起，台湾是民主国家，嘛感念外国会当维持台瓜友谊，会促进台湾的投资。That's why we want to take the relationship Guatemala has with Taiwan and expand it beyond diplomatic relations to stronger economic ties as well in terms of bringing investment. 咱拉丁美洲的友邦海地甲巴拉圭，伫测试世界卫生组织 WHO 执委会，搁再为台湾出声。En este sentido, Paraguay aboga por la inclusión de la República de China-Taiwán en las reuniones técnicas y actividades de la OMS, solicitando su participación como observador en la Asamblea Mundial de la Salud. 海地卫生甲人口部长席纳勒伊也讲，台湾透过分享全民健保伊的成功经验，会当帮助世卫组织达成全民健康全球化这个目标。公司新闻采访报道。